再来看，虽然去年温度是真高，也毋过调查发现讲，绿岛海底珊瑚白化的状况是无介严重。团队是指出讲，应该是有真强的乌海水海流在保护。去年受到高温的影响，全台湾海边的珊瑚礁出现白化的情形。东海岸三观海湾水底的珊瑚白化的情形就真严重。绿岛去年虽然发现珊瑚白化，不过中研院研究员发现讲，绿岛比台湾各地珊瑚白化的情形较无遐严重，是甲乌条海流有关系。黑潮是个流速还蛮强的一个海流，所以对于热的吸带来，它其实上有很大的这个作用。再来是绿岛的珊瑚可分布的水深可以超过将近30公尺，所以水越深呢，那的这个水的这个温度这时候稍微比较冷一点。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嘛烦恼游客伤济，会造成绿岛珊瑚生存的危机。今年因开发绿岛海底畅水渔具的体验，甲水底20米至30米深的景观。制作360度的影片，让民众挂 VR 的目镜，唔免插落水底，就会当看到海底真水的珊瑚礁。我觉得还蛮震撼的，就是确实，如果还没有体验过潜水的人，可以来体验看看。摄影技术用最新的方式带到水下，让大家可以在不用到不用潜水，也可以到我们的绿岛的水底世界。不过，陈昭伦嘛烦恼讲，大只鱼仔若伫互人类掠了，同款会影响珊瑚礁的生态。海底大只鱼仔的数量乃当增加，维持珊瑚礁健康的生态链，绿岛珊瑚生存的情形，就会当活了更较好。公司新闻台东报道。